关心看世界来讲，上海住伫上海人口接近2500万，这是中国人口上济都市。要伫上海找一间厝来住，真正无简单。连学者嘛捌写册，讲这个上海记大不易的问题，是讲有一个真有创意的厝头家，将楼梯间下骹的空间呢改做一房一厅，搁有一个便所。有网友讲这是马桶房，厝税只要300块人民币，也就是差不多新台币1347块。推出名都好一个司机做去啊。Up, get up, now。楼梯口蹲靠物件仓库是奇幻小说《哈利波特》的房间。现实生活内底，伫咧中国上海，一位充满创意的厝头家，真正把楼梯口的仓库打造出一间房间。又一个男人的梦中情房啊！这是楼梯下改的一间房子，还是1楼的大门口啊！在上海300就能租到一个整栋的1房1厅。 还是个小复式啊！根据卖厝中人的小解，拍开门了后是客厅含餐厅，有水做法，提油引起含汤仔门。房主还会当直接坐伫咧边仔的客车，因为伫咧房间内底食饭较无便携。房东说这是一个卧室带卫的房子，一推门我又惊呆了，这确实卫生间里带了个卧室啊！平时咱们在这儿上完厕所啊。 味道都在咱们房间里啊！水槽含莲花头，就洗伫咧马桶的边遐。卖厝中人提醒，洗身躯时水唔通开伤大孔，眠床才袂澹起。小介影片一个出来，随后中国网友拢讨论甲热刺刺。有人讲，确实困伫咧桥脚的暗巷。毛香港的网友讲，伫咧香港这种厝租金还阁加价一个停。对，那个当天就租掉了，有跑地基的成本租了，是压抑，但是他厨房卫生间不都有吗？但是人家这跑地基吃个效嘛，那个700吧，像这种1000以内的，一般发完就没了。啊，另外一位住伫咧上海查甫人，为着省厝税，规气住伫咧车内底。我确实在上海也很多年了，算了一下，租了这么多房子，尝试一下租的车。现在真的租了，我觉得，哎呀，也无所谓，不在意那么多眼光了。 伫咧大城市生活是不简单，想要伫咧上海找到一位会当居住的所在，真正是有够困难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